逍遥，不招摇必成笑，奈何人心难料。藏得着无人晓，执念不曾动摇。让尔虞我诈成徒劳，掌中宝，心中刀，邪魔都不足道。孤身失恋热血烧，在一夜熟悉连招，在无牵挂都发笑。斩断后天地为家，从此相忘于天涯。敢当今生的强大，千般奇艳的造化，千万年仿佛一场。这一路破空，苦难有千种，谁人懂？只求有朝再相逢，修炼成始终，愿愁万事空都目送，终究平凡不平庸。修炼成始终，终究平凡不平庸。哎，老板，最近有个新书啊？未来的可真我没有看过啊。刚到这个修仙画质，你看看。哦，这就是最新到的。哎，老板，这是本很重要。看来客官的眼光相当独到。客官您看看。来点栗子。嗯，好。老板，你这手艺不错啊。还行，都祖传3代了。这个阵盘看起来不错啊。是啊，铭文很精致。两位顾客，好眼光，庚金阵盘，50灵石。客官。乡亲修士们看一看啦，瞧一瞧，这个宝贝可不得了，是我店里的镇店宝，照见万物，寻宝利器，名字它叫万物招。哎，价格嘛，您别走啊！红尘气，催人老，10余年，当真是弹指一挥间。
你娘身体还好吗？他在家呢，挺好的。先天不足，病体严重，药石难治。或者说，凡人本就要走这一遭。掌柜的，作为一名普通人，多了解上层修仙界的事儿是有好处的，掌控局势嘛。如今的乱星海，山雨欲来，就等着一个不世出的修士来拯救这一切。此人出身微寒，但是稳健发展，步步为营，加上点幸运，带着点不屈，最终走到了结丹修士的境界。再往后，战魔道，夺至宝，驰骋星海，终将成为一方霸主。有道是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人间真龙终现身。掌柜的，这定场词不错吧？你混帮派了？现在是聚精帮外门弟子，以后天星城码头一带我罩着。你们帮派连楚代都不发你一个，你怎么招啊？说的是内门弟子才有储物袋，没事儿，这不都一样吗？那能一样吗？倘若真让你找到什么宝物，还要捧在手里照妖过世不成？放心吧，肯定藏得下。我若真得了什么宝贝，一准先拿来给你看看，开开眼。咱哥俩谁跟谁啊？谁跟你哥俩？没大没小的，下去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小龙，拿着，在外面别逞强。要是遇到什么过不去的事，记得回来最重要。放心吧，掌柜的，认识咱，你的好日子在后头呢。走了。何老弟，下棋呀？听说小龙加入了帮派，这小子始终没说自己是什么灵根，搞不好啊就是个伪灵根。但人呐，有个归属也是件好事啊。然后呢，再拜个好师傅。何仙师啊，你这是在让我吗？是啊，今天不让，恐怕以后就没机会了。说来挺丢脸的，寿元将近，还无法突破，打算明日开始闭死关，日后就没空再陪你下棋喽。来，这一颗拿回去，今日不下了，待你出关后再战。下回不准让我一准赢你。
回去好好练练啊！小心点啊！快走，这边。药汤都熬好了吗？已经准备好了。你看什么看？走，走，去看看夫人。哎，幼时好奇，名震乡野，人皆谓神童。年岁稍长，欲以山野老道，3天对弈，终得一胜。老道愿赌服输，施展法术，通天遁地，无遁生神亡，遂弃其修道。可惜吾天赋一般，只求兢兢业业，苦心钻研。不惜远家人，抛爱侣，弃友人，漂泊四海，无所依傍。几经险境，半生贫苦，老来方有定所。可惜时日无多。近来常思，人生100年，浮游一日，长生与我何有哉？不过犹如樊笼耳。不若2、3好友一起饮酒，良缘佳侣，人间携手，风光100年，同归尘土。但问道之心，终归难改。纵使蹉跎一生，也要争那一线天机。只因幼时便知，人生如棋，落子无悔。敢问诸位仙师是要寻何仙师吗？此洞府的主人已逝，我等是来接收洞府的。你可是他亲眷？人生如棋，落子无悔。人生如棋，落子无悔。我有孙子了！我有孙子了！
有小琴的消息吗？啊，她还没回来吗？这一算，小琴确实出海快大半年了，一点音讯也没有吗？这次与往常不同。听他说，这次门内给的任务是去外海寻找一种珍稀草药。原本他没有资格接的，是因为那草药据说可以治我的病，他才。求求掌柜的，能不能帮我找到他？我只盼他没事，其他绝不强求。我知道，我这样无法修行的凡人，是没办法和他走到最后的。我只希望他好好的。但是我知道，我这样无法修行的凡人，是没有办法和你站在一起的。这么多年，你一点也没变样。谢谢你救了我那么多次，谢谢你陪我看烟火，谢谢你出现在我微不足道的生命里。摘下星辰，点燃一盏明